我真係被封過廚神嘅，都攞到中國十大廚神同埋粵港澳廚神啦。不過做神仙都要修煉嘅。我叫丁偉雲，我1969年在中國香港出生嘅，17歲開始入行到現在啦，都已經有39年噶啦。我而家嚟到上海海鷗麗晶酒店擔任錦麟中餐廳嘅主廚。我而家就住喺虹口區，咁平時朝早上班嚟計嘅都係坐公交啦，4個站2蚊就可以到公司啦。其實我係半個上海人，我祖家喺川沙。爸爸媽媽如果想講啲俏俏話嘅話呢，咁咪講上海話咯。以為我哋聽唔到，其實都聽懂大約之一半㗎。所以而家嚟到上海工作，冥冥中真係有啲天意㗎。錦麟餐廳嘅名字呢，就係嚟自於沙鷗長吉、錦麟油潤5個包房同埋102個餐位，亦都靠我哋20幾個兄弟班。我爸爸係做製衣嘅。我係4兄弟，2個哥哥都跟我爸爸做咗裁縫噶啦。我排老3，比較調皮嘅，咁我自己出去闖咯。我讀中學嘅時候呢，同學就同我講話有酒樓需要幫工，5點鐘返工到夜晚成10點都有15蚊喎，咁15蚊好多咯，喺嗰陣時嘅年代咁5毫紙一支，咁啊可樂可以隨便飲，就係慢慢咁樣鍾情餐飲呢一行啦，直接逃學啦，媽媽都唔知道喎。因為真係中意做菜，開始咗幾十年嘅修行啦。我開始入行就係海城大酒樓，即係而家嘅香港瑰麗酒店，羅文啊、陳百強啊、甄妮啊都登過台嘅。曾經屈臣氏呢個集團嚟計擺過480位，480隻乳豬，提前1日嘅中午開始燒通宵噶啦。1989年，我開始上鍋，學嘅第一道菜係乾炒牛河。因為我自己中意食啊嘛，就問個師傅啦，師傅就好啊，我教你炒啊。我嗰陣時1個月係1700蚊，俾咗5蚊佢，執咗1條乾炒牛河，我喺旁邊全程留心睇住佢點樣炒法。牛肉一定係暖油落，煎完跟住倒河粉，個鍋裏邊嗰個餘溫去燒熱你個河粉，我隻鑊鏟推入去轉，令到嗰啲河粉唔會咁容易斷，快炒20秒到乾身，同埋唔好油多。而家好多師傅係用不粘鑊炒，利苑其實嗰陣時都係咁嘅。我唔識用嗰隻啊，我識用鐵鑊啊，就係話個鑊氣，我覺得算係好醒目添。我最長嘅時間喺香港朗廷酒店堂角做咗7年嘅頭鍋，攞過米其林2星同3星嘅。我當時候係有個特性，真係快同埋準。隔離煮緊一道菜，我都已經煮到唔知第2、第3道啦。每個神仙都有唔同嘅法寶，每個大廚有唔同嘅拿手菜。我哋嘅餐廳每個季度會出3道隱藏菜，唔係要人有我有，係要人冇我有。錦麟秘製甲中包，用一個20零日嘅妙齡乳鴿，我隻手掌都比佢大，淨係起一個腿，成隻鮮包釀喺裏邊，仲加咗京葱雞肉嘅材料，因為嗰個鴿腿咧就係非常細小嘅，隨時就容易爆咯。跟住上皮水去炸嘅，60、70度，慢慢升溫，去到120度左右嘅啫，大約係8到10分鐘就夠啦。又有味道，又有汁水，少少一隻，真係讓你食到意猶未盡。黑松露蟹粉焗蟹蓋，佢係舊式嘅菜嚟嘅。之前嘅蟹蓋咧就用帝王蟹肉或者紅蟹肉嘅，我就創新全部用大閘蟹，佢個蟹粉生炒會更加鮮。當然大閘蟹難拆好多嘅，一個蟹蓋裏邊就要用到2隻，大約4兩，140度左右，要焗佢要13至15分鐘啦。外邊金黃，黑松露一受熱，香氣就會更加出嚟噶啦。中西合璧，一試難忘。真味葵花雞配黐飯，其實係切雞飯咁嘅原理啫嘛。上海嘅黐飯糕你食過啦，金華火腿啦、瑤柱啦，佢撈埋一個黐飯。嶺南廣府咧食雞一定要有雞味，葵花雞咧係飲葵花水啦，食葵花籽啦。咁高級別嘅葵花雞，我哋一定要清中求鮮，淡中求美。經過我特製嘅貴妃雞水冷泡1個小時，啊，貴妃出肉啦！一個廚師如果冇拜師咧，其實好吃虧嘅。雖然我冇拜過師，但係咧我做事
勤力啦，唔怕吃虧啦，一直都唔缺工作嘅。默默無聞做咗20幾年廚師，2013年去到廣州朗豪酒店做主廚，開始啦嚇神仙飛升咁啦，從幾萬蚊啦到年薪幾十萬啦。其實仲有好多挑戰嘅。我第一次嚟到上海接任主廚，只有10幾日就要開張啦，一日10幾小時都唔夠用，只係瞓2、3個鐘頭。好慶幸就係我有非常忠誠嘅團隊。而家最耐一個有5朝元老㗎啦。作為一個主廚，開放同埋包容係一個好重要嘅。烹飪人生不斷創新。關注 Connoisseur 品鑑觀視頻號，體驗頂流人生。